喝酒，哎，喝，哎，别干喝，咱划拳好吧？来，六，哎，哥俩好呀！你看你晚了，你喝，哎，接着来啊！三星照呀，666呀，6魁首啊，8匹马呀，8匹马呀，6魁首呀，3星照呀。公子，您这劳作的，怎么瞧着比在家里还舒服啊？这些都是画画为我布置的。我已同他说了不必如此，可他就怕我住着不习惯，非要布置。我今日来是有事情要告诉公子。公子让我派人盯紧那日刺杀国公的杀手，昨夜果真有几名高手前来狱中一见。我在他们交谈之后尾随其后。公子，你猜是谁派来的人？谢崇锦。公子你知道啊？既然知道，干嘛还让我盯着？先是李某我的字迹伪造书信，又费尽心思约石卫先出行，派遣杀手刺杀国公，还故意留下蛛丝马迹，引花华怒闯相国府。此计环环相扣，异常缜密。这大业除了谢崇锦，怕是没人有这个本事。可这谢大公子费尽心思做这么多事，他究竟想要做什么？借刀杀人，这是他惯用的伎俩。不仅要切中要害，还要兵不血刃，全身而退。杜角，那个杀手的牢房是何人在看着？咱们的人应该都撤了吧？现在应该就剩大理寺的人了。快去，那人有危险。刘大人，这信纸中混着香茅草，查遍京城只有一家书画坊在卖。这店家老板我也给您带来了，还请大人亲自问个明白。是不是你家的纸？禀大人，这确实是我家的纸，只不过程安伯并未向我店里买过东西啊。大人，还不下令赶紧放人？郡主稍安勿躁，这纸虽然能排除程安伯的嫌疑，但却无法指向真凶啊。除了纸张，还有墨汁。此人只想着如何模仿笔迹，却未将万事准备周全，所以想要捉拿真凶，并不是难事。郡主灵秀聪慧，多谢点拨，我这就去查。只是石小姐的清白与否，恐怕还需要更直接的证据啊。我明白，我会想办法的。